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5月3號星期六，歡迎嚟到厚德載物財經頻道，一齊嚟了解市場動態，輕鬆講下經濟狀況同財經熱話。立即開始經濟快報，一齊睇下今日市場。上海證券指數收3279點，平穩企硬。香港恒生指數收22,504點，昨日升咗385點，升市氣勢唔錯。美國道瓊斯收41,317點，昨日升咗564點，強勢勁彈。美元對人民幣在岸價7.2716對1美元，稍為調整。紐約黃金每盎司3245.07美元，金價依然高位。紐約原油每桶58.45美元，油價偏低噃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309%，稍為回落傾向。市場氣氛好似好返啲，港股同美股都好似有啲火咁。財經熱話 ，A 股2024年報啱啱出晒，數據話滬深上市公司總共71.8萬億營業收入，淨利潤5.2萬億，74%公司賺錢，48%有盈利增長。喺新國9條推分紅嘅大背景下，2024年現金分紅同股票回購都創歷史新高。現金分紅3472間公司分咗1.66萬億，連同中期分紅，2024財年總額去到2.39萬億，升7.2%。滬深300股息率3.59%，歷史高位。股票回購1470單回購計劃，總額2123億。2023年嘅2.1倍同1.5倍，投資者有回報，市場氣氛好似越嚟越熱。中國資產有運行，中金分析師話，中國資產重估仲喺度繼續。雖然美國對等關稅政策搞亂全球市場，波動比2018至2019年貿易摩擦更大，但中國資產穩陣過美國。中金仲話，中國資產機會多過風險，預計外資會慢慢回流。特別係下半年 A 股表現可能好過上半年，投資者要唔要諗下加注中國市場呢？港股5月開門紅，周五5月2號，港股5月第一個交易日好順利，三大指數高開高走，恒生指數升1.74%，收22,504點。關稅帶嚟嘅情緒衝擊好似過去咗，全球股市都喺度收復，恒指而家估值偏低，性價比高，國內政策又幫手。海外亂局又減弱，港股有望繼續震盪向上。香港經濟仲有好消息，2025年第一季 GDP 升3.1%，比2024年第四季嘅2.5%更高，係5季新高，按季升2%，係2年來最快。3月零售銷售額跌3.5%，好過預期嘅-7%，亦好過之前嘅-13%。香港經濟形勢好似慢懵行返上正軌，美股反彈好犀利。周五美股三大指數齊齊上升，道瓊斯升1.39%，收41,317點；納斯達克100升1.51%，標普500升1.47%，連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都升3.5%。好有氣勢，市場好似對關稅嘅擔心少咗，投資者信心回升。美國就業數據穩陣，美國4月就業數據出爐，非農新增17.7萬人，高過預期13萬人，失業率企穩喺4.2%，同預期一樣。雖然特朗普嘅貿易政策有不確定性，但企業招聘計劃暫時未受大影響，勞動市場仲係慢慢降溫。數據公佈後，市場仲預計聯儲局今年會減息4次，幅度大約85個點子。高盛同巴克萊預計7月減息，之前話6月，係因為就業數據太強。耶倫警告美國經濟，美國前財長耶倫話，美國嘅關稅政策會對經濟好傷，消費者同企業都會受害。市場仲預計美國經濟今年有70%機會衰退，如果唔快啲調整政策，形勢可能仲差。投資者要小心美股同美元嘅風險。歐元區數據有驚喜，歐元區4月製造業 PMI 終值49，高過預期同前值48.7。3月失業率企穩6.2%，略高過預期6.1%。4月通脹率2.2%，同3月一樣，但核心通脹升到2.7%。
超預期，美國關稅影響經濟，歐洲央行可能6月減息應對。今日財經快訊就講到呢度，市場氣氛好似好返啲，港股、A 股、中國資產都好似有機會。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下，幫你早日財富自由。厚德載物，下期見。今天生活異數，5月3號，乙巳年4月初6日猴日衝虎，生肖兔、龍、蛇、狗，狀態良好；生肖馬、猴、豬，狀態良好；牛、羊，狀態一般。提醒鼠、虎、雞，今日就需要小心謹慎。今日出門穿白色較旺，黑色事事順利，紅色適合談判，綠色今日唔大合友。厚德載物傳統文化祝你時來運轉，鴻運當頭。